喜乐，全地都喜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喜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3篇11节到13节。天立地多高，对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也同样宏大。东离西多远，他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那么远。父亲怎样疼爱自己的儿女，上主也怎样爱惜敬畏他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神。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恩典，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应许，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慈爱，我们就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创造天地万物，主啊，从这大自然奥秘中，我们看见你。主啊，你告诉我们，主啊，东离西有多远，你使那些罪恶离我们就有那么远。主啊，天离地多么高，主啊，你对我们的慈爱也是这么的多，这么的大。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所经历的美好，主啊，都在你的应许当中。因此，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的名，赞美你的声音要充满在天地万物当中，因为所有的创造都在赞美你，所有的创造都在认识你。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一起来赞美你，至圣尊名，配受的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我神你至圣尊名，歌颂你神配受的赞美，全地都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们再次来宣告你至圣尊名，我神你至圣尊名，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哈利路亚！让我们在敬拜中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他用厚恩待我们。我心在高处，数算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经过低谷，思想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够用，能力覆庇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知动摇。你恩怜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知动摇。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要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押沙龙说：“押沙龙说，我叫人请你来，你不来。我想请你到王那里替我说情，问他为什么要我离开基述回来。我倒不如留在那里好。现在请你为我安排机会去见王。如果我有罪，就让王处死我好了。”于是约押去见王，把押沙龙所说的告诉他。王就派人去招押沙龙来。押沙龙来了，在王面前伏地叩拜，王就亲吻他。在这里，押沙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有罪，就让王处死我好了。”大家，押沙龙有没有罪？
如果我们真实的读了这一段撒母耳记下，从第12章开始噼里啪啦一直演的家庭戏码到现在，押沙龙问这句话，他等于没有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有罪，他杀死他的哥哥，而且是定义要杀死他的哥哥，他是故意要杀死他。然而他今天问了这个问题，他问的是：如果我有罪，就让王处死我好了。其实他是该死的。但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几天迦南之声一定会说到，他到底有没有因着他的罪而死？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的时候，不论我们是不经意的，不论我们是故意的，或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人。可是我们的神却在这当中，特别在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很知道我们有没有罪，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以他的恩典慈爱来待我们。所以我们在唱刚刚那首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感恩啊，不是我们应得的，不是我们应得的，甚至我们真的就做了那个不可逆、不可挽回的事。然而我们的主却是用恩惠慈爱来待我们。所以恩典在讲的是我们没有的，甚至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我们竟然因为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经历到什么样的恩典？是你没有的，或者是你不配得的，但你竟然得到了。我想我们想得到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可以分享，可以呼吸，可以祷告，都是我们原来没有的。是因为认识这位神之后，他赏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他赏赐给我们饶恕的能力，他赏赐给我们感恩的心情，他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要开口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对这位神的感谢，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多而又多，他给我们的恩典够用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用厚恩待我们，你让我们这不配得着恩典的人，让我们不明白恩典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竟然可以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祷告，透过向你说的话语，透过我们在这里真心的向你来献上感恩。主啊，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主你让我们看见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口的生命气息是来自于你。若没有这个生命气息，我们再有抱负，再有理想，再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没有办法行动，我们没有办法实践，是因为主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可以来回应。主，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用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再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主要是许多的恩典，是那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甚至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因着你爱我们，你赏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认识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在主里面你预备又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奇事，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倚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主啊，我们真的只能倚靠你的慈爱，我们依靠世上的事物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限，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有限的，我们知道这一切，主啊，都没有办法存留到永恒，唯有你的救恩，唯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恩典。主，你带领我们来经历，使我们的心因为认识你而喜乐。主，谢谢你，主啊，你预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当我们在这里祷告，主啊，你的恩典就在这里发生，就在这里向我们说话。主啊，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敬拜你，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回应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用这个 bridge 来唱说，清晨夜晚我们都要向主来献上感恩，因为你用厚恩待我。我们一起来说，清晨夜晚向你呼
你所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就会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一起来宣告，我必不知动摇。你要怜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你要怜赐恩给我。你要怜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主啊，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更多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实的向你来敞开，来经历你的带领，经历你的更新，经历从你而来的转变，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从主你那里来丰盛慈爱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主啊，也愿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更多的领受主你的话语，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用敬拜祷告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
真心向你呈现，耶稣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让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我们要来为我们自己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有这个，要有那个，才可以献给神。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的作者，他本身是一位性工作者。当他在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财宝和金银，我能够献上给你的是我的心。”当他写完这个歌词之后，他当天的晚上，他还是要去做这个性工作。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就是如此。然而你说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敬拜，怎么能够感动人的心呢？我们以为我们要很多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可以献给神，可是神说，你可以献的只有你自己，只有你有限的生命，你有限的才能，你有限的精力，甚至你有限的饶恕能力，你有限的给予能力，你有限的体力。然而主却说，他愿意来悦纳我们。等一下，伊恩牧师会带我们做一个祷告之前，之前牧师要邀请你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来问神吧，你能献什么？不是看这个地方的条件有什么，你能献什么？不是看你有什么样的装备，你有什么样的金钱，你有什么样的才能，你有什么样的智慧，你能献什么？是因为神愿意让你献，是因为神愿意让你献。所以我们要来祷告，神啊，我可以献上什么？你就让我献上吧，帮助我，帮助我，甚至我愿意为此分别为圣，我愿意为此来到主你的面前来祷告。我邀请大家，我们开口来祷告吧。我们唯一的祷告，唯一的呼求是神，你悦纳我所献上的。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晚上的这场祷告会。主，或许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所有的有限，但主啊，你却说你悦纳我们，因为你唯一要的是你要我们献上自己为主所用。主啊，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不配的生命真实地来经历你。主，谢谢你，主啊，你就在此时此刻再次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再次对我们的不愿意，再次对我们的不饶恕，再次对我们的不方便，再次对我们的不想还有很多很多。主啊，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啊，你让我们愿意献上为主所用，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感谢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唯一祷告，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们这一生成为主你的器皿，来完成你的旨意。主啊，愿我们这一生合你的心意，悦纳我们献上的全所有，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持续来祷告。我们献上的既然是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是怎么样呢？刚刚世谦牧师其实有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非常有限，我们以为我们献上，其实我们那个献是现在的献。主啊，现在的我愿意呈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但我的生命是这么不完全，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性。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就好了。怎么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不要怀疑，这就是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吩咐随从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酒醉了，我给你们命令，你们就下手杀掉他，不要怕，一切后果由我负。你们只管大胆下手，不要犹豫。随从就照押沙龙的指示杀了暗嫩，大卫其余的儿子都骑上骡子逃跑。主啊，这是兄弟耶，这是一家人耶。同样是人，人的心，不要怕，不要慌，后果由我负。请问谁可以负别人生命的后果啊？没有办法的。不要怕，不要怕，要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到神的面前。主啊，是啊，我献上之后，主，你的恩典就是光照我们。主啊，我们以为我们是献上，但主啊，我们其实是露馅了。主啊，我们在你光照下，主啊，我们献出我们人性那个本恶，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的时间，音乐牧师来读我们礼拜天我们的这个经文。这个是大卫，他犯下奸淫，又杀人，杀了他最亲爱的、最亲近的、最信任他的。但我们的神慈神爱所，没有轻易放过，而是紧紧把他抓回来，让大卫知罪回转。今天我们的祷告会就是回转吧，回转的祷告会。我们不是只有在这里回而已，后悔而已，而是我们要起来走那对的路，走那神旨意的路。愿我们的生命可以说：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我们要符合主你的圣名，那些不符合神圣名的，求神你光照。主啊，我们起来走对的路，停止那恶。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都属于你的国民。主啊，你的国法，主，我们违反了，我们都还不知道，还自以为是，我们可以献上我们所有的。主啊，求神你赦免我们，愿我们起来回转，走在你的旨意里。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好不好？我们继续有一段的音乐，然后将你自己打开，现在你自己。音乐牧师再来读礼拜天大卫的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神光照你以后，求神赦免，求神赦免，求神涂抹我的过犯，求神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主啊，我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愿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看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主啊，你所喜悦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了。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转脸不看我的罪，除去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新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主啊，恳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们这个有过犯的人。主啊，恳求你救我们的生命，求你救我们脱离流人血的罪。我们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欢，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上帝啊，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悦公义的祭和燔祭，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义献在你坛上。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的儿女们，主啊，在这里奉你的名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此时此刻在这里敬拜，在这里感谢，在这里向你认罪。你也彰显了，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也知道主你有赦罪之恩，叫人知道你是主。然后主，我们就要停止那个恶，我们要回转，我们要起来走上那个对的路，走向那个主。我们都可以说，主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迦南教会，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将我们的生命，明切此时此刻开始的每一个决定，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走的路是合神心意、荣神益人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继续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神赦免，神掩面不看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位守望代祷的人？神不听祷告，那你的祷告就没有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我们恳求神，他的话语是帮助我们回转到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愿赐平安的主随时用各种方法赐平安给你们。愿主与你们大家同在。我们要恳求神的同在，才有医治，才有供应，才有安慰。没有神的同在，你只是口费唇舌，你的祷告没有办法上达天听。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哦，依靠神给我们的信心，还有赦免。咱的信心内底
爱有下面哦。最近我们在看大卫跟押沙龙，继续看下去，看看我们有没有行出合神心意没有？看看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是神要的，还是神不允许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领受从他来的医治的大能。再困难的事，神都有办法。他要，他愿意，就可以让我们经历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面对这一些的软弱病痛，我们家庭需要彼此的扶持哦。特别明天牧师早上会去长庚医院为一个要将近临终的慕道朋友来受洗哦。之前在家里带他做决志哦。那长老有跟我讲，他们今天去探访大概生命所剩无几啊，就有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受洗啊？”他用很虚弱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回应他们愿意。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哦，特别明天早上10点，牧师跟3位长老会到长庚医院去为这位远方姐妹来受洗，在洗礼哦。我们也恳求神，在我们可以回应、可以应答的时候，来回应神的呼召、神的拣选。特别为着可能要面对亲人的失丧这样的一个不舍、这样的哀伤。我知道他的先生上次就带他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说：“牧师，我不曾哭啊，但是那一次他哭了。”我说：“神给你有释放，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即使是在软弱、困苦这个劳苦重担的当中，神还是很爱他们哦。”我们恳求神来祝福，特别是有这一些的年轻的夫妇，他们领受了神给他们的产业，愿主来保守他们所怀的胎，从怀胎到降世，求神来恩待，来保守看顾，特别让这些心灵忧伤的、有郁闷的，恳求神来帮助，让他们的身心灵可以得着自由。借着祷告祈求，感谢神，就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我们的口，我们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有这一些的在困苦、病痛或者是缺乏当中，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来祝福他们，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我们开口来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就是为了要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支取你属天的能力、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供应、你的扶持跟你的带领。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幸福的源头，所以因着耶稣基督除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为的就是要经历到神你的丰盛、神你的同在跟神你的医治。特别我们为着在病痛、在交病房、在这些的苦闷当中，神你就医治吧，你就释放他们吧，你就怜悯他们，让他们经历到神你的医治、你的供应。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带着各样的缺乏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有的时候身体有病痛，我们心里有软弱。主耶稣，有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疲惫来到这里。主啊，有时候我们是带着
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说我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你是美善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成为人，主啊，你经过所有人的软弱和痛苦和试炼，可是你为我们指出那个得胜的道路。主啊，因为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你说你来要使羊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这个时候孩子就奉耶稣的名，孩子来祝福今天在祷告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也祝福在网络上面观看的弟兄姐妹。主啊，悦纳他们的祷告。主啊，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他们的忧愁，你也知道他们的需要，你也知道他们所献上的是5饼2鱼那么的微小，但是主啊，你悦纳。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说，主啊，如果我们信，必得见你的荣耀。主啊，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凡向你呼求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回应的上帝。主啊，今天你就回应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行奇妙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按照我们的需要。主啊，按照你丰盛的慈爱，主啊，施恩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的国家面临对岸的威胁，面临好多这一些的权势、经济等等这一些的挑战。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走我们前面的路，圣经的话怎么样提醒我们？一起来，有人倚靠战车，有人倚靠马匹，我们确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他们要瓦解扑倒，我们却坚立不移。上主啊，求你使君王得胜，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我们要为我们国家，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我们连自己的国讲到国，我们就受到对岸的这样的一个这是辱骂那我们好像活得没有尊严恳求神来怜悯那今天我们看到新闻，英国的议会也这样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了不管中国那个阿爸这样所以我们特别是为这样的一个争议和整个战争的困境来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依靠了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我们也为着台湾人民台湾同胞可以有这样同心合一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些的第5纵队，或者是以前你不能够随便就是拿5星旗或者怎样，现在居然公开然后在那边呛虾这样真的求神来怜悯这个世代那执政在野的都能够同心合意我们也为着百姓能够回转回讲向神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元节然后再拜这些好兄弟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他们知道认识这位掌权是生命的主，也能够回转归向他，不惧怕这一些的黑暗的权势我们也知道现在正有着苏拉台风在南部感谢主本来看那个台风是会大部分的朝向我们的本岛，但是每一次我就为这祷告，求神怜悯它也还是从下面，我们看到3个台风就是闪过这样不过会带来整个天气的这样的变化或是大雨
产生这土石流。我们恳求神真是怜悯护卫着我们台湾，特别是在花东还有南部我们看到这个剧烈的天气，我们未来昨天前天的新闻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可能未来如果海平面继续上升总统湖那边会淹水，你知道吗？还有台北市很多的地方还有这些低洼的地方观音或是那个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比较靠海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淹水很多土地就会就会丧失掉。我们恳求神来怜悯特别在为了总统大选，大家就运用自己的权谋，最近很精彩，对不对？我们看到最近如果你继续读圣经也是很精彩的有人会私底下运用权谋，暗暗的在那边计划要夺权，要篡位，神不喜悦了继续看下去就知道，权柄如果不是从神来，没有人能够夺走。弟兄姐妹，好好的看最近的这些沙漠记下总统的权位也是从神而来，王的权柄，你有权势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神要拣选谁当这个国家的总统，都有他的心意我们特别为整个物价的波动暴力的横行、性骚的议题，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为我们的国家恳求神来怜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为在上掌权者来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平安度日，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处于在面对中国，面对整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强权。主啊，我们好像被看衰，看作是弱势。主啊，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国格，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我们的国旗走出去。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自己是独立主权的国家。主啊，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台湾，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你所赏识的，Formosa这一块土地的美丽都是你所赏识的。主啊，这一些百姓、这些人民都是你所创造。求你来怜悯，求你来施恩，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你，让我们的百姓能够来亲近你。我们看到神你创造的自然，我们看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这样保护，我们看到自然的反扑，水海平面的上升，就会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怜悯，施恩赐福在这块土地、这个国家。主啊，让我们过来在选举总统的时候，我们不受对岸的搅扰，我们可以有神你自己来拣选谁适合当我们台湾的总统，一起带领我们来走在神你的恩典之路。主，谢谢你，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这个国家来掌权，让我们知道神你在这个国家有你的心意。主啊，恳求你施恩赐福，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谢谢主，你把我们放在台湾这块土地，虽然我们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我们面对全球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挑战，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在整个国际的卫生组织能够发生，但是神你还是恩待我们，你还是让我们不管是我们在疫苗，我们看到今天能够受到 WHO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转移，表示认同我们国家所研发的疫苗。主啊，你给我们虽然渺小，但是却能够影响全世界。主啊，恳求你怜悯我们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你，怜悯我们的百姓真的是能够认识到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当百姓沉浸在那种害怕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恳求你施恩赐福，
特别是让苏拉台风能够转向，能够偏离，我们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的手来护卫着我们台湾，即使是2颗、3颗、4颗的台风，依然能够因着你的恩典闪过我们的台湾。主啊，我们恳求你再一次的怜悯我们，特别在未来我们的国家的走向，未来我们总统，神你怎么亲自来拣选，让这一位你所拣选的总统能够好好带领我们，能够亲近你，让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我们恳求你，在我们面对经济、面对国安、面对内部的挑战的时候，神你依然保护看顾我们。我们一起同声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平安度日，免于恐惧。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最后，我们要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教会是神在地面上透过教会来发声，来成为他施恩赐福给这些社区百姓，他所拣选的百姓的一个管道愿神来赐福。我们一起来用腓立比书2章7到9节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如果有，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高明。不要自私自利，另外就是不要结党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意向，就是怎样抢救世上的灵魂我们要抢救世上的灵魂，从撒旦的手中把它赢得回来。当我们在抢救这些世上的灵魂的时候，黑暗的权势也会怎样？也会搅扰，因为我们撼动了他的营垒。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更多人同心合意祷告，就好像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从撒旦的手中把世上的灵魂赢得回来。我们恳求神，因为我们有一致、有同心，才能够让神能够充满喜乐。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心寻求上主的心意，还有他的带领。我们恳求神在透过我们礼拜时间的更新内容的这样的调整，我们希望透过这样，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好的来敬拜神，用心灵和真理，或者是真实来敬拜他。我们透过小组的关怀牧养，每个人都能够去好好的牧养，不是去邀其他的人的羊，而是看到那一个没有人牧养的，我们就怜悯他们，去邀请他们，去牧养他们。我们恳求神透过这些社区或者是这一些的管道来帮助让人进入到教会。我们看到从儿童、青年、成年、老年都进入到教会，我们如何让这一群慕道的朋友、社区的朋友能够进到教会，让他们的心柔软，领受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我们也为了暑期要结束了这一些的青少年能够收心，也能够跟他们家人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特别为教会、社区、邻舍的合一关系，我们恳求神来赐福。为了9月3号圣礼典，我们有要受洗的，要这个信仰告白的，还有小儿洗礼。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年纪最高是87岁哦。我们恳求神来赐福，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固，不受这些恶者的搅扰。我们一起站立来，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教会来守望，为牧者，为我们的长子同工来守望，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我们恳求神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在你的教会掌权。主啊，你是教会的头，主啊，我们降服在神你的权柄。主啊，你高抹谁，你就使用谁，你就让谁能够有权柄，能够治理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恳求神像经文所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同一的心志，主啊，才能够使神能够喜乐。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你的教会掌权，在你的教会赐下你的圣灵运行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当我们来看见你在我们教会当中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你奇妙事就要发生在迦南教会。主啊，我们必看见得救的人日日会加增在教会。主啊，当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些的长子愿意来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翻转我们的教会。主啊，你就让更多这些世上的灵魂主动进入到教会，渴慕神你的同在，渴慕你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慈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好爱我们，谢谢你好爱迦南教会，因为你借着圣灵叫我们在此地合一的祷告。主，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因为你要我们称你为阿爸父。主啊，我恳求你，恳求你坚固我们迦南教会每一个属父亲的这个职分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主啊，我们在这地上的父并不完全，甚至有些人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父啊，求你施恩恩待我们，因为你说天与地有多么的高，你的恩就有多么的大；东与西有多么的远，你叫我们的过犯就有多么的远。当你借着圣灵使我们迦南教会每一个为人父亲的，都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回转归向你。天父，你的心就转向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没有当好我们父亲的责任。我们常常追逐于物质，追逐于经济的满足，却忘记我们最重要的父亲的职分是教养我们的孩子，教养我们的孩子认识父，让他们得蒙恩的道路。主啊，我求你兴起迦南教会的每一个父亲，负起他们做父亲的责任，教养他们的孩子认识主，借着圣经，借着祷告祈求，借着来到教会这个群体当中经历神，让他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教养我们自己的孩子，迦南教会的青年，我们的孩子走一生蒙福的道路，如同约书亚所说的，我和我的全家一生一世要侍奉耶和华。主啊，求你兴起迦南教会每一个父亲，也兴起每一个丈夫。主，你说夫妻是你所设立的，人不能分开。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知道用生命去爱我们自己的妻子，因为主你说我们丈夫要为妻子舍命。主，求你帮助每一个丈夫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为我们舍命，我们就要用你的样式去为我们的妻子舍命，好让妻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父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形象，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形象，好让每一个妻子都顺服于丈夫，成为他属灵的头。谢谢主，谢谢主恩待迦南教会。主，我们迦南教会需要有一群更合你心意的家庭，来帮助我们迦南教会就成为一个信仰的家。主，
你让我们互相宽容，互相忍耐。你设立每一个权柄，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顺服这样的权柄，不论是每一个会众、每一个执事、每一个长老、每一个牧者。主啊，求你让我们顺服这样的权柄。最重要的是顺服我们最大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主，我们顺服于人，顺服于主，不是顺服于人。畏惧神，但不畏惧人。主啊，恳求你恩待迦南教会，让我们兴起，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彼此互相宽容、互相忍耐、彼此相爱的，让一切仇敌的诡诈全都归于无有。求你兴起每个代祷者，在坚守在这个祷告的祭坛当中，翻转我们迦南教会。谢谢主，谢谢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神是真伟大，他的荣耀，他的尊贵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尊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全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再一次来宣告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这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这伟大。伟大的神，慈爱的神，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将一切的敬拜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配得赞美的神。谢谢主，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能够让我们一起在这边祷告寻求你。这是你的恩典，原本我们不配，因着主耶稣，你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谢谢耶稣，求你拣选更多代祷的勇士，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经历到神你奇妙的作为，一起经历到你那伟大奇妙的圣名。谢谢主，让我们所祷告的都能够成就应验，按照你的心意来赐福。谢谢主，让我们一起经历那丰丰富富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更有能力。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就没有什么不能够成就的。主啊，奉你名捆绑一切撒旦的作为，离开你的教会，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我们个人的生命，赐下你的圣灵，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神你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我们彼此来祝福，彼此来祝福，愿神赐给你平安，与你同在。